启示录第17章。那等七十万嘅7个天使当中，有一个进前来对我讲：你來，我本而看太淫婦所愛受嘅刑罰，佢就係嘅喜在佢條河巴順嘅太神，天上嘅地王全部是同掠太淫婦行奸淫，世間嘅人也因為飲佢淫亂嘅酒，受到罪。我本聖靈感動，天使就帶我去到曠野，我看到一個婦人家企在太豐盛嘅屋處，佢在屋處滿身寫定寫脫嘅名號，有7隻頭拿，留10幾角。嘅婦人家着定紫色留太豐盛嘅衫，規身掛定金嘅寶石留珍珠，佢嘅手戴定金幣。鼻度裝滿可惡之物，就是佢淫亂嘅惡作東西。佢嘅額頭寫定一個奧秘嘅名號。太巴比倫，世間嘅淫婦，留一切可惡嘅東西嘅阿妹。我又看到嘅婦人家淋眾聖徒嘅血，還有佢哋為到耶穌做見證來順託嘅人嘅血，受到罪。看到佢嘅事，我感覺非常稀奇。天使問我講：你做乜嘅感覺稀奇？我會老你講，你婦人家並佢所起有7隻頭拿，留10隻角嘅惡處嘅奧秘。頭下你所看到嘅隻惡處，佢左右掠下無記叫後，佢會對無大行上來，向滅亡行定去。天上嘅人，佢哋嘅名在創造世界以前，無記在上面冊嘅，一看到幾隻左右掠下無，將來又會出現嘅惡處，全部會真稀奇。這個事我用智慧來了解，7隻頭拿就是嘅婦人家所做嘅7座山，也係代表7個王，其中5個已經忘脫，一個還在，另外一個還忙來嘅時節，也只會停留一下嘅聽。佢左右掠下無幾隻惡處，就是第8個王，佢也係7個王其中嘅一個，係向滅亡行地去。你所看到嘅10幾角，係代表10個還沒開始統治嘅王，仲係佢哋會神數王權，同幾隻惡處共樣統治1點鐘久。這10個王同心合意，會將佢哋嘅能力留權柄交俾幾隻惡處。佢哋會同羔羊相似，仲係羔羊一定會打贏佢哋，因為佢係萬主嘅主，萬王嘅王。佢所享受忠心聽佢嘅人，也一定會得勝。天使又對我講：你所看到嘅太淫婦，佢坐定嘅幾條河巴，就是代表各民族、各種族、大個國家，留各種語言嘅人。你所看到嘅10隻角，留幾隻惡處，為人行嘅淫婦，將佢所有嘅一切搶走，使佢歸身光光。佢哋會使佢嘅肉變火燒佢，因為上帝將執行佢旨意嘅意念，變在佢10個王嘅心內，使佢哋同心，將佢哋嘅統治權交俾幾隻惡處，直到上帝嘅話實現。你所看到嘅婦人家，就係干喝天上眾王嘅太神。